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73篇28節，但我親近神，是與我有益。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但我親近神，是與我有益。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神啊，求你賜我哋智慧，使我哋明白，不要讓眼目只定睛喺得失上，赦免我哋心懷不平嘅惡念，幫助我哋渴望親近你。因耶和華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喜樂泉源，要以神為樂。神啊，求你幫助我哋成為一個清心嘅人，得着屬天嘅亮光，看見神係我哋一生嘅福分，係我哋唯一嘅愛慕、倚靠同埋力量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